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第几台的报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强烈大陆冷气团来啊，滚落座高山降到零下，玉山北峰、嘉明湖、登山步道拢有落雪，一片白茫茫。南北联手要投票否决行政院宪诉法复议案，立院郭建明强调，若真正防否决，就会提暂时处分，声称实现。屏东关闭公园囡仔咧耍的游戏区，昨有一个查甫伫遐躺马腿，佮甲囡仔卡来手来，警方锁定身份，当咧追查。强烈大陆冷气团来啊，今日的天气实在是有够寒，全台湾是有滚落座高山降到零下，玉山北峰、嘉明湖登山步道拢有落雪，一片白茫茫。因若今日早起，伫咧本岛的上低温是新北石碇7度9。气象署嘛针对13个县市发低温特报，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状况。天色看起雾茫茫，边仔树仔顶还阁结冰，天顶的雪一直落。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玉山的北方伫早起7点20分开始落雪，雪有冻到0.5公分深。就伫东北的嘉明湖，伫前一天的暗时就开始落雪，到早起8点雪愈落愈大，已经是规天顶拢雪。伫目前，嘉明湖的山湖已经变成规拢银白色，雪有2公分深，真水。几点就到我们的收费站票口？差不多12点半左右，可以体验一下这个0度以下，还蛮特别。有尤其是半暝就做贵人来，希望会当看到宜兰太平山落雪情形。虽然温度是零下1度，不过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也无落冰雪啊，这个呢部分食物的表面有结球霜。因水汽不足，所以没有下雪的情况。那工作人员于今早也有进行道路的巡护作业，也发现路面未有结冰的情形。因为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继续落南的影响，全台湾的温度下降。伫北部、东半部上冷的天气，到早起10点半，本岛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石碇7.9度，一个苗栗大河的8.3度，新北市五股8.5度。新北市富贵角8.7度，拢伫咧10度以下。气象署也针对新竹、苗栗、中彰投、云林、金门发黄色的灯号低温特报。还有贵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宜兰是发柑仔色的低温特报。拢达到正冷的等级。是在12号深夜到13号清晨，有非常明显的辐射冷却效应。我们预计有蛮多的地方在今天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气象专家吴德贤提醒讲，第13透早恐怕出现另外一波5度左右的极端低温。台北的7站也有可能达到寒流标准的机会，所以民众出门时阵爱穿较少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政治消息，行政院是提出宪法诉讼法的复议案，今仔日南北联手是要举行立法院专院委员会审查，目标就是要赶紧把复议案否决掉，推动修法。立院总调郭建明就强调讲，该表决就表决，不过若是这复议案真正去互否决掉，后一步就会行到暂时处分甲声称实现。南北联手因为人数优势，透过表决，确认7集立法院会处理行政院提出宪法诉讼法复议案的议程，无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来说明，举行专院委员会审查。那立法依照3-3-1这个比例发言，搁记名投票。如果今天对行政院所提出的宪诉法复议案，今天没有办法顺利处理完成的话，会压缩到整个总预算协商以及相关在这个会期能够顺利的3读。还是卓荣泰认为他自己是太上皇，1张选票都没有拿到，请问你有什么脸面？你有什么资格来去指责国会所3读通过的法律？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复议案该表决就表决，希望愈紧结束愈好。那既然复议案也来了嘛，我们不会违宪的。
那该表决就表决，不能用来破坏会案，这个不可能嘛。未来就是暂时处分和时间的问题而已嘛。郭建明表示，内则复议案互人好管，行政院该复述的复述，该总统公告的公告，未来都是暂时处分甲释宪这个问题。宪诉法修法了后的调解攻防，短时间内可能也未落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16日去高雄参加海巡600吨级巡防舰长滨南高船，也有这苏澳舰的落水典礼。除了感谢海巡维护国家的海洋安全，这杜英泰嘛有加讲，伊本地是爱去立法院报告宪诉法的复议案，不过人是要复去，等到互伊会当欣赏巡防舰的风采。请直评。特别请三位各中小旁船陆山手到阵评杆仔，海巡署打造600吨级的巡防舰，第9只中滨南高船，甲第10只苏澳舰的号名甲下水仪式。行政长杜英泰一开嘴，也是提复议案无法度到立法院报告家己口说。依照过去的往例，复议案在表决之前，行政院长必须到立法院去做说明。但是也许是海洋之神的安排啊，赢过立法院的安排。他今天不必叫我去，我就能够来这里。所以我不仅填了我的遗憾，还圆了我的梦。600吨级的海巡舰上大特色就是甲板面积大，速度应有45节以上，另外也增加高压水炮、载自动浮潜艇，因快速执行海上救生救难、越界渔船点检甲驱离者勤务。去年113年度，海巡总共查获毒品8.2吨，枪械60支，另外也执行救生救难案件369件。还包括我们每天在应处中国灰色地带战略的骚扰。我们对本土的思维，我们对海洋文化的尊重。我更希望的跟主委一样，希望这些帆船队的同学们，将来也能够跟着这艘新舰上面的海巡大哥哥们一样，能够学习他们，能够守护海洋的自由，守护国家的安全。那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不难，要有一个女的舰长不难，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位女的主委。在农历春节进前，杜英泰也特别向海巡同仁致意，那感谢因在平常时维持海上治安甲和平的工作权，搁点出面对中间地带侵扰，也因为有海巡才能捍卫大实国土，维护国家主权甲尊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初7三读通过，提关这警消人员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上悬会当到80%。今日公务人员协会就要求政府要停止抬公告人员的退休金，而且因的所得替代率嘛应该调到甲警消人员同款。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就赞声，表示过年过会处理。民众党立委张启凯嘛表示支持。立即停砍退休金。关社化马上停砍公告人员退休金。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等政治团体切实出面批评政府过去补助公告人员是米糖，加上那被初7伫立法院连续3读通过，提悬警消人员退休金所得替代率上悬应有80%，互公告族群感受相对的不适的感觉，要求政府停砍公告退休金。一边说财政困难。所以要砍退休金，但是对于比公教人员退伍基金的潜藏负债多达2-3倍的劳保基金，你却不但没有改，到目前拿不出一个合理证据，你又说拨补就是一种改革。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报考？他只是工人，没有尊严啊，被消遣为、被指控为民虫。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规定，已经退休公务人员现金的所得替代率上悬75%，上加45%，每年减少1.5%，一直到降到上悬60%，上加30%。高世兰表示，当年已经砍9%，剩66%，要求停落来。公告人员所得替代率应该调整甲警消人员同款，各用年资做主要考虑。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民众党立委张启凯也出来力挺。这4年，中央政府超收了1兆8500多亿的税收，
这依照8500多亿，平均一年超收4650亿。请问这些钱为什么不能留住我们国家的人才？现在我们的政府不止有钱，非常有钱。我们的退抚基金就是我们的军公教每个月提拨的钱放到退抚基金里面去。退抚基金现在的经营绩效非常的好。年金改革，我知道就是其实军公教其实都蛮痛的哈。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每个执政者当然是希望我们人民有更多的福利啊。但是呢，我们当然也要思考的长远。中庆凯无认为公告年改修法会造成世代对立，强调大部分民意支持公告所得替代率提悬。国民党团定调，会将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修法列为一节会期优先的法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众党发起明仔载1月11司法节加入抗议司法不公，对抗历史威权。今日在行政会就已經有9萬人報名。民眾黨立委吳國昌嘛表示講，政黨主席郭文哲今日就要提起控告。不過民間的司改團體就質疑講，這民眾黨發起集會是用這政治的方式干涉司法獨立。绿色威权，司法不公。民眾黨召開行政會為拜六的集會熱身，面對前主席郭文哲，閣再予人欺壓，招民眾1月11司法節上街頭抗議司法不公平，對抗歷史威權。北營後台統計，目前已經有1萬人報名。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好朋友，人數還在增加中。綠營的好朋友，這個礙於壓力沒有辦法前來，但是還是有很深的關心跟祝福啦。柯文哲主席他的律師團，那經過跟主席商量了以後，確定會提抗告。感謝中國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他在第一時間就發文表示聲援跟支持，他們另有邀功，不克出席。民眾黨準備上街頭指控黨檢尻川扣小瓦、濫權濫訴，尤其前早無公開變做前早大公開。那就支持者上街頭，嘛要向國際社會來發聲。民眾黨立委吳國昌表示，郭文哲7集要提出控告，理性監督司法，拒絕煽動群眾。民眾黨發起庭前抗議，顛倒引起民間司改會的質疑，批評用政治化的方式干涉司法獨立，準講司法有缺失，不過建議調查之前了後，具體說明問題，不是一直煽動民眾。針對個案來發起所謂挑釁式的要定狗機，有可能反而是對司法獨立的另外一種壓迫，迫使法官不得不屈從於群眾的一個壓力。並不是不能批評，但應該要有所本，而不是受到有利的裁定就謝謝法官，受到不利的裁定就司法不公，黨國司法。民間司改會認為，批評司法應該以事實來講，唔是隨便質疑政治力介入，破壞較早各方對司法獨立的努力甲信賴。這場抗議活動，國內出現認同甲反對的聲音，後續的效應也持續的議論。公視新聞採訪報道。來看在地消息，屏東的冠民公園囡仔咧耍的遊戲區，昨所是有一個查甫佇遐燙馬體，甲囡仔卡來手來。嘅警方是已經鎖定監視器，鎖定查甫人的身份，地檢署當咧偵辦當中。民眾氣噗噗來到楚留龍的頭前，質問隊內底出來中年男性，因為這個查甫拄仔衣服無穿衫，佮請互一個耍楚留龍的查某囡仔。司法佇屏東冠民公園的番仔廠楚留龍，防指控的查甫講伊找到迄天佇頂懸休困，因為空間下查某囡仔要過才會殺伊，但家長並無相信這個講法，嘛質疑保全反應傷慢，無馬上報警，互這個查甫離開。還有一個頭遐，他躲在那裡，我們看不到，平常都有在巡邏。保全強調，平常時攏有定期巡邏，但部分死角較歹注意到，常常有囡仔來耍的公園煞出現安尼的代誌，嘛互其他的家長真煩惱。這個地方都是小孩子在玩的地方，那我覺得保全的注意力要非常強。對，那因為當然家長自己也有責任。接獲民眾報案，立即派員前往處理，並通知人員到場採證，
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目前已掌握涉嫌人身份。监视画面内底互指控称误的查甫赶紧离开公园。警方表示已经确认涉嫌人的身份，并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卖加强公园的巡逻，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公司新闻陈焕武、寇正准屏东报道。桃园家角少年关护所2020年的时阵是传出灵异案件，一个打满18岁细汉的查甫人，和另外2个少年人联手，是灵异共一间房间的另外一个舍友，并以食家纸甚至是啉药，搁涉嫌性侵。落尾，这个地方法院侦结了后，是判这个被告细汉的查甫人有期徒刑7年8个月，也会当上诉。也那另外2个人是由少年法庭来审理。细汉查甫人甲2个少年2019年伫桃园家角附设少年关护所收容的时阵，欺凌另外一个更大的人，将剩的饭倒入洗碗蒸顶，强迫交落去，佮强迫伊啉酒、食家纸。另外，还有其他性侵的行为。被告除强制性交部分外，均坦诚犯行。本院审酌被告仅因一时寻欢，以极具羞辱性的方式对被害人施以上开犯行，使被害人生理及心理皆遭受重大创伤。法院认为，案发地点伫少年关护所房舍内底，细汉查甫人等集体霸凌室友，可能造成产生离群、惊共悲、自卑，才无法度恢复的伤害甲阴影。桃园地方法院依照2人以上共同对被害者凌迟、强制性交罪，处有期徒刑7年8个月，应上诉。其他2个少年另外审理。109年5月，在辅导收容少年的时候，发现疑似性霸凌的事件，本所就主动调查，并且依规定通报检部相关事证，函送少年法庭及地检署侦办。桃园家角表示，第一时间提供受害少年需要辅导的资源，同时主动通知亲人，为避免强凌辱的情形搁发生，会深深考虑少年心性甲特质办理配防，搁强化师生双向沟通甲保密措施，让少年应马上反应以外，也强化少年法治教育，进一步化解霸凌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丰原庙东夜市边啊，收一间美容院，去互民众指控讲，这店家是关伊有智能障碍租囝入去消费，签一个20万的消费合约，目前说是干来提订5件保养品。市府就统计讲，这间店这2年来消费纠纷已经有64件，裁定这个20万的合约是无效的。后续嘛调查看讲，敢有违反消保法。3款洗面护肤的产品。外加2条送的护手霜。台中市一名35岁有轻重度智能障碍者，10号伫咧伊的妈妈陈女士陪同之下出面控诉，丰原庙东夜市边一间美容店家以送护手霜、免费做面服务，诱骗查某囝入来消费，搁再以无卡分期的方式签下购买合约，一直到家长收到催缴通知书，才发现出问题。硬拉他进去，他才跟着进去啊，然后。他就叫他签所有的一些资料啊，他回来也不敢说啊，然后等到我收到通知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奇怪，为什么你被骗了？去互指控的店家早起游玩正常开门营业，而且准备伫咧顶仔卡招人客，对外界指控表示无回应。陈女士强调，目前收到融资公司的催缴通知书，载明逐个月爱纳8334块，总共24期，大约20万块。批评业者无良心，市府是表示，这间业者小型的消费争议已经不是第一件。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交易必须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尤其这种高额的，显然不是这个身心障碍者日常生活所必须。那这个部分，它其实可以法定代理人可以出面来主张说，这个契约是无效的。台中市消保官强调，这间美容业者去年甲去年消费争议分别是31甲33件，向限制行为能力的身心障碍者推销，需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会使主张契约无效。后续会调查业者是毋是违反消保法，若是争议量持续攀升，会使以消保自治条例伫咧门口打警示公告。公司新闻台中报道。中华警方去年12月就受理686件诈骗案，这财产损失是达到3亿外，等于就是平均每工也是有9000万的财产损失。警方就表示，诈骗的手段也是以假投资、假交朋友上介济，大家都爱提高警觉。
警方也前装入去这间透天厝内底，做一届将5个人拢抓起来。日前接获民众报案，在网络上遭不明人士以假投资方式诓骗，再以面销方式诈骗新台币300万元。原来这5个人拢予诈骗集团吸收，假做假投资真诈骗的车手，集团阁把车手集中管理全部予警方抓起来，也伫咧中华高铁站有警方抓到替非法虚拟背箱收钱的车手。去哪里中古车行看？你怎么可能忘记？你下来买车，你都不用联络车商。在高铁站内发现张姓犯嫌行迹诡异，频频拨打电话，边走路边看手机。另外，中华警方也查到爱情诈骗，被害者佫准备到超商买点数，好加再予警方查落来。他是叫你汇钱，你看到吗？他是谁？网友是不是假装要跟你在一起？中华警方车牌特别整理发布最近2个月主动诈骗案件，根据统计，去年独12月就受理682件诈骗案，财产损失的金额有3亿1000多万，甲11月比起来有下降的趋势。敢若伫咧去年，就查到250个诈欺集团，抓到1539名诈欺犯。假投资诈骗的案件数还有财损数仍然是这个高发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持续加强打击力道的一个目标警方表示，诈骗集团的手法逐日咧变，不过也是以假投资也有假影交朋友占上济。取得被害者的信任了后，就要求汇款，也是买虚拟币，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火灾是也咧炭烧，超过18万人脱离。目前是已经有3大火场已经完全无法度控制，造成5个人死亡。这回导火所在是毋那山区树林，连这徛架的灾情都真严重。这阵煞是有人趁这导火偷摕这高级徛架的物件，似乎已经掠到20个人。虽然那消防强度总算小可减弱，不过国家气象局警告，风力安全一直一暝了后阁增强。目前过火场烧片线太平断崖社区火场，差不多69.8平方公里；巴沙迪纳北部的伊顿大火烧差不多43平方公里。在圣费南多国的赫斯特大火已经烧差不多3.4平方公里。好莱坞山庄的一座大道大火接近1.6平方公里，不过火势大大减少，这地点已经解除。电力对中网站 Power Outage 表示，到初九全州40万户停电。We are still under red flag warning with extreme fire behavior possibilities. Damage assessments are ongoing at the Palisades fire. However, preliminary reports estimate the damage or destroyed structures to be in the thousand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Palisades fire is one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history of Los Angeles. 东京铁力超过18万人，不过有人趁火打劫，进入高级社区面体偷物件，掠到20人，官员严厉警告绝对袂放人煞。In the midst of the emergency, we've all seen individuals who are targeting vulnerable communities by burglarizing and looting homes. This is simply unacceptable. Shame on those who are preying on our residents during this time of crisis. 在太平断崖社区救火消防人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在正欠水情形之下，甲野火报道恐吓事。这摆野火规模会将做美国史上大计上悬。根据投资银行摩根大通的估算，经济损失差不多500亿美金，比7倍估算的增加1倍多。另外，这摆野火烧掉真济好莱坞有名人的合法主体。这部并且比利克里托斯甲太太珍妮斯宣布，因的厝已经烧起。名媛巴里斯希尔顿在马里布的滨海合法主体也烧了了。查某并且詹姆斯·胡德也相信表示，前一阵要在游泳池收水，即马拢去了了。不过在艰难时期，伊宣布善用好消息。驻青女并且杰米里·寇蒂斯是真济拢特地家园的有名人之一。伊已经表示，亲人会捐100万美金来赈灾。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美国前总统卡特当地时间7日伫咧华盛顿的国家座堂国葬，包含总统拜登、准总统 Trump 等，目前也阁有5位也在世前任现任美国总统拢有到场。
拜登在致辞的时阵是俄罗卡特的品格甲远见，不过伊嘛有讲到对抗收分滥散用权力的问题。迄段话嘛去互外界认为讲是咧口舌 Trump。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陵墓由军人对国会大楼出发，运送到华盛顿国家座堂，伴随着21响礼炮，向这位前总统致敬。共和党准总统川普甲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正罕见伫咧初十举行的国葬，两个人握手致意，留下历史性的一幕。包括现任总统拜登、前总统小布希、克林顿，总共5位目前犹原在生的现任加前任美国总统，大家做伙展现短暂的团结时刻。50 years ago, he was a climate warrior who pushed for a world where we conserved energy, limited emissions, and traded our reliance on fossil fuels for expanded renewable sources. By the way, he cut the deficit, wanted to decriminalize marijuana, deregulated so many industries that he gave us cheap flights and, as you heard, craft beer. 第11天了，川普将会重新接总统列祖白宫，展开伊第2届任期。川普也伫国葬甲前副总统潘斯握手致意。2016年伊当选时阵的对手前国务卿希拉蕊，就坐伫咧伊的后壁排。这届大选的对手贺锦丽是坐伫咧川普前一排。拜登伫现场发表悼词，俄罗卡特的品格甲远见，还有对抗受分甲滥用权力，互外界看做是伫咧口舌川普。And through his life, taught me the strength of character is more than title or the power we hold.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give hate no safe harbor and to stand up to what my dad used to say is the greatest sin of all, the abuse of power. 在国葬仪式结束了，陵墓将会被送登去卡特的故乡乔治亚州。家族的成员要举行私人的告别式。卡特的过身，唔但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互大家重新回看伊的政治遗产，甲人道主义的精神。伫咧目前美国内部分歧严重的时阵，卡特的国葬正做一个短暂，也无正重要的团结的象征。公司新闻郑美玲编辑。黎巴嫩的国会找到选总统，是由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奥恩当选。这超过2年无总统的状况，总算是结束。جوزيف عون 99 أوراق بيضاء 9 سيادة والدستور 13。黎巴嫩国会议长宣布第1轮总统投票，武装部队总司令奥恩在128席国会得到多数支持当选总统，结束超过2年无人状况。奥恩了后对国会第1摆发表演讲，强调黎巴嫩的政治新阶段。عهدي أن أمارس دوري كقائد أعلى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كرئيس للمجلس الأعلى للدفاع بحيث أعمل من خلالهما على تأكيد حق الدولة في احتكار حمل السلاح。一般认为奥恩是指真主党的军火库，暗过伊无评论。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法国、沙特阿拉伯等国特使向真主党亲密朋友，也就是国会议长博瑞表示，国际金环向奥恩的当选来决定。黎巴嫩民众普遍对奥恩的当选，希望能化解动乱的政治局势。محل ما خلونا محل بهالبلد صراحة يعني كنا عم نبلش نفقد الأمل وشخصية قائد الجيش لازم يكون بدء خير لنا خصوصي للشباب وينزعوا سلاح الحزب أكيد ويصير في سلاح واحد هو جيش لبنان。路透社报道，这场选举反映出黎巴嫩甲规个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变化。真主党伫去年战争当中遭遇重创。叙利亚朋友阿塞德顶个月遭到推翻了后，这场选举结果由美国甲沙特阿拉伯等国数议竞选胜出，显示真主党的影响力已经遭到下降。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译。中国最近是出现一款人类间质肺炎病毒的案例是一直在增加，而且这款病症状是甲感冒真相像。这囡仔、结伙人，也有免疫力较歹的人，就较容易会着。原来是日本是流感当咧大流行，一礼拜就317000例破历史纪录，甚至佫出现这药效无够用的状况。
假如有部分民众开始挂嘴暗，中国北部最近为着 HMPV 禽流感及肺炎病毒的比例继续增加，引发外界烦恼，是不是像过去新冠病毒同款造成大流行？不过 WHO 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这款病毒被称作新的疾病威胁。The case mortality rate is very, very low. It is not a new virus. It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2001. It's been in the human population for a long time. It is a common virus that circulates in winter and spring. It usually causes respiratory symptoms similar to the common cold. WHO 发言人赫里斯珀斯表示，这款疾病是透过家扫、拍咳嗽，还有接触传染，潜伏期一般伫3天到6天。而中国通报的案例数量伫 WHO 预估的正常范围内底，暂时中国病院的使用率比去年同期更较低。嘛无发布紧急声明，显示各伫个会当控制范围内底。要参加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古丁大学教授普拉德爵士认为 ，HMPV 的威胁比流感更较细。In general, for most people, it causes a much milder illness as a cold. But for some people, the severity can be just the same as with RSV or with flu. 普拉德爵士教授表示 ，HMPV 已经传播数十宗，大众已经对这款病毒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这款疾病的症头亲像感冒、流感，大部分是14岁以下高龄人士，还有免疫较歹的人，较高胃着会加重肺部病症。暂时连高龄人口较济，印度嘛出现2例病例。印度卫生官员表示，无需要因此惊吓。除了 HMPV， 日本是出现流感大流行。厚生劳动省统计，12月底1礼拜以来患者数量达到317000例。并因每一间医疗机构的患者超过64个人，创下历史新高。国内部分地区的院所阁出现治疗物品无够的问题。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新正年假就要到啊，代替是宣布阁加开24班车，互民众会当回故乡。其中有16班是对号列车，8班规台拢是自由座，安尼是会当比去年的载客量增加3%。交通部长陈世凯今早起就去家人7堵机务单视察，要求这代替凡事都要照起工，以卖发生事故为目标。代替伫春节国家开24班加班车，其中8班是 EMU 3000型自强号，采取全自由座列车，并且用总量管制方式卖票，维护坐车的品质。因为最近代替伫咧7堵吊车站发生吊车摆尾情形，虽然无人伤亡，但阁造成列车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希望代替一定要做到零事故。我们也严肃的要求我们所有的同仁，在安全上面的 SOP 必须要全面的落实，100%落实。我们的要求叫做零事故，不是低事故。好，所以所有的动作都必须要落实，把它做好。因为大家关心的代替的票价，虽然伫春节进程未起，不过过年后要密切的讨论。代替董事长杜比证实，怎么正伫咧今年就去年方案无够的所在，增加照顾到地中长的旅客需求配套。按算上紧，2月董事会再提出票价方案。依据立法院的这个票价计算的公式来做测算但是票价计算里面呢，基本上呢，它有给一个合理报酬率，我们是按那个最低的合理报酬率。那如果还要再做一些调整的话，就会比那一个最低的合理报酬率再降低。代替表示，票价是依照公式来拟定，上面也是董事会同意了才能确定。若是通过，会提报予交通部审议。目前是也无具体时间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婚害防治法修法要满2年啊，这阵大家是咧关注加热婚当时要开放。民间团体就批评讲，这婚商散布假消息，政府煞无密切咧陪会。民间团体嘛呼吁讲，若是要开放加热婚就期进前，一定要公告禁止加密婚。婚害防治法修法要2周年，进前有媒体报告，行政院长杜英泰接见美大商业协会访问团，美国有加热婚的厂商挑工互咱压力，要求台湾政府伫过年前开放加热婚上市。行政院解说讲，因无讲到加热婚的议题。不过教育团体各告明批评讲，最近1年外，政府顾在婚商黑白讲加热婚上市会当增加200亿税收这款假议题。一直到最近12月我们的吴昭君署长
他才证实说，哎，对，是30亿，不是什么200亿，也不是100亿。第一个不当讯息，你不要再传了。郭高明表示，政府无随出面解说嘅信息，害社会大众互看起。当时基金会表示，虽然开放加热婚是确定的政策，不过开放上市进前一定要公告禁止加密婚。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加味烟的一个建议，美国的还有欧盟，除了烟草原味本身以外的加味烟完全禁止，这么明确的条文，我们一个卫福部这么多的专业人才，然后历经了快2年，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公告。我们是建议一个所谓的2段式的管理，只要你标示的不是烟草原味，它就禁止。第二是，如果它标示的是烟草原味，我们再请专家来品尝。如果有添加的话，那当然它也就是禁止的。针对民团的诉求，郭建书无发表新的回应。不过，彩白暗示郭建书讲，目前有6间业者传好心早爱付的本家资料，当日照申请函保证资料来斟酌办理。卫福部并无事先设定立场甲时间表。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英国未成年人要做散工，是需要2个法定代理人拢签名，头家才会当请。不过，这考虑到有一寡家庭是较复杂，无法度摕到爸母的签名，所以讲劳动部就宣布讲，即阵只要有一个法定代理人签同意书，未成年就会当做散工。这份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顶面写着未成年的少年家需要有爸母双方的签名，才会当去做散工。不过，得到一寡青少年因为爸母离婚，同志家庭也是种种的复杂原因，无法度摕到2位法定代理人的签名，等于安尼就无法度做散工。实务上也看到有未成年，他会因为家庭的因素，可能只能取得一方的同意书，又或者是单亲的儿少，他可能为了打工，那不得已就必须要跟雇主揭露他自己的家庭隐私。根据过去的规定，15岁至18岁做散工需要2个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甲年岁证明的文件，但是考虑到侪家庭有无同款的问题，劳动部摆是经过专家的讨论，改做只要一个法定代理人同意就会当做散工的工课。另外，根据劳基法，台湾目前囡仔工的年纪是15岁至16岁，有劳团就建议讲，劳动部爱修法比较高寡，甲囡仔工的年岁提升至18岁，或者的少年家通得到法律的保障。台湾的童工，因为伊伫咧劳基法内底是定15到16岁，那应该是爱提悬到18岁啊。当然，因为伊的工课、伊的受雇的这个状况，伊较容易去互人欺负啦。另外，最近这几天，常在发生囡仔工伫咧职场受到霸凌、互性剥削等等的问题，劳团建议劳动部爱加强囡仔工的职场教育，嘛提供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记者陈阿双、柯秉哲台北报道。去年6月修正的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条例，是增加伫咧新正年间加发1.5个月予里长，就哪像是里长的年尾奖金同款。这内政部就表示，是按算伫咧今年1月17日拨钱，或者辛苦的村里长总算有年尾奖金通好领。甲里面开讲，以市里面之间的感情。台北市乌洲里的里长陈宏昌，里长已经做22年，至今是做第6届里长。为标定过了长蒋庄通知影，伊对里面的事务是真认真。因为里长24小时拢咧工作，电话来都爱随随出去替里面解决代志、服务代志。为联络感情、关怀时代、社区绿化，到协助政府的社福防灾政策，大细项事拢需要里长斗相共。为了肯定村里长全年24点钟无休困的辛苦，内政部按照去年6月修正的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今年1月17日会头家发1.5个月事务补助费予里长，就亲像是年尾奖金同款。政府推动各项跟民众有关的日常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村里长都站在第一线提供服务。为了感谢村里长的一个辛劳，去年6月通过的村里长事务补助费的条例的修正，是规定说，春节期间加发1个半月的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虽然福利有较好，但是所接受的势头。的工课确实定下啦。那以目前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每个月5万块来计算，全国7748个里，每个里长一摆通领到75000块，而且按照法规，以后逐年春节拢通领到。
里长赞同呛认为，政府有看到里长的辛苦是真好的代志，但是也讲到未来高龄化、气候极端的大水雨，拢可能致使里长工课加较重，就要政府继续提出好的政策斗相共。记者讲柯平哲台北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昨定案，未来8年是要投入807亿掠捞，预计到121年的时阵，这全国漏水的比率会降到10%。另外，经济部是开始咧检讨水钱，这台水公司是讲，因一直拢有在检讨水钱的成本，起价是希望大家会当珍惜水资源，风声这用水大户可能会升起，平均会起4成。水价是国家跟人民必须勇敢面对的问题。我希望经济部启动合理的检讨，适时提出报告。31年的水价拢无起，继续得要出现波动。目前国内水价分做4级，第一段是10度以下7.35块，第二段是11至30度，每一度是9.45块，第三段是31至50度，每一度11.55块，第四段是51度以上，每一度12.075块。水价的一个机制的一个检讨，让我们这个社会大众能够了解到水资源的一个珍贵，大家更能来节省这些用水。台水公司回应，一直拢有针对水价做检讨，虽然目前水价新方案也未公布，不过传出水费起价幅度可能会扩大。一定开始为第4段50度以上，针对用水大户来做水价调整，无排除增加200度、1000度，也有4000度的级数，起25%起跳，平均水价可能会为10.7块，又悬到将近15块，起价幅度差不多4成。调整太多的话，物价波动、经营成本啦，都会影响嘛。行政院在调整这些方案的时候，不要调整幅度太大。台水相关的这些维护啊、维修费用这成本已经不少几倍了。我认为这次的调整当然是某种程度上要弥补它的亏损。专家表示，若做水费真正调悬，可能会影响部分物价起价，不过嘛会当予使用者更加珍惜用水。对这代志，行政院嘛确定要推送降低漏水率的计划。113年漏水率已经降到11.99%，121年漏水率要降到9.77%。未来8年要投入807.7亿，当年省5910万立方公尺的水量，予珍惜的水资源，袂因为漏水问题白白了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因为风台烧煞烧入来，菜色水果的产量拢有去影响到，尤其是迄当阵这高丽菜一斤是花到60块，不过最近是一斤敢若剩20。农粮署就表示，因为这天气凉冷，中南部白地菜色供应真稳定，所以讲叶菜类就变较俗。不过一寡水果，亲像是柑仔、枣啊，这成长期较长的，当初时受到风台影响，介绍永远是比往年较贵。最近天气冷叽叽，不过来到台北滨江果菜市场是老一家，这民众抢拿景菜，佮逛甲大包细包。有民众讲最近菜价真俗，尤其高丽菜，一粒2-3斤来讲，去年因为风台大起价，一粒都要100以上，打50块就买得到。最近菜实在是很便宜，买得非常开心。因为之前一颗高丽菜200-300块，但是现在一个几十块就可以买得到了。因为1-2礼拜前叶菜类就是讲白莲啊、青江、蚵仔白啦、小白啊。一寡在基本上的青菜拢是伫40-50块，最近拢落来到20块以下，甚至后已经出来到12-13块。农粮署表示，去年因为风台影响，地区菜色产量降低，菜价较贵。不过最近天气凉冷，中南部唔那本地的高丽菜，其他的菜色量拢得稳定增加，所以叶菜类的价数拢有降低。另外，伫咧水果的部分，因为去年风台地区产量有减，像民众过年时定来买的水果，总啊咧无，因为产量减4-5成去，所以拢有起价的情形。枣啊来讲即卖差不多1公斤伫112块左右，比去年起差不多38%。另外就是木果柑的部分差1公斤即卖是52块6。比去年嘛，差不多增加到46%左右。再来个2礼拜就要过年，农粮署表示，过来蔬果的量会拿来拿济，一寡蔬果价数较悬的问题就会减少。那照统计，去年12月台北蔬菜的供应量有1300多吨，今麦1月有1450吨。农粮署预估过年前这菜市量一天会超过2000吨，供应量非常有够民众唔袂烦恼。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
年节送礼定是会看到做啊，不过因为前一阵仔在调高机的时阵，小煞是撞到几内风台，造成高雄大社产粮食减真济，敢若剩往年的一半。所以讲今年这做啊价销卖比去年加一倍。一粒一粒对装顶挽落来，准备要再去装箱交互人客。高雄大社区原本2礼拜前应该爱大出的做啊，去年受风台影响，那一寡设施拢去互风甲掀起。做啊嘛，因为去互风扇过，溪基吊上配衫无水，粒头嘛无大。大社区农会讲，去年的风台互做啊产量减少5成，往年量基局啊会当收将近4000吨，今年敢若剩2000桶，拍卖价销也比去年加一倍。去年平均单价差不多离个100多块，啊，今年以目前的平均单价差不多离200多块。就我手这个安尼，今年的斤两数差不多一斤差不多100至100，就差不多爱这个价销。但是伫去年一斤差不多迄50块至60块就会当买到。全大社的做啊建筑面积有大约80公顷，因为风台，大家今年收成拢歹。农民讲，因过亲像这款批衫受损的，因拢是直接拍掉。不过今年因为板无做啊通卖，巷口是有偌济收偌济，有的人客若是较晚来订的嘛订偌。啊，今年是有钱嘛买袂着做啊嘛？较歹买袂着，因为今年的产量比较往年啊，减量差不多50%以上。那假使讲去年会当阮收成会当有收100万，那今年差不多剩一半，搁较少小可。你家己敢有客户来要甲你订啊订无？有，我嘛回查了有够济，嘿，这是较歹势的所在，无度，天做代嘛，嘿。农民讲，虽然产量减，板头无够水，不过品质方面免烦恼，因为天气有够寒，今年的做啊是价真低。记者柯家族赖维做高雄报道。台东森林公园灵狮湖伫咧东外进前是发现有2只红面番鸭，互放杀伫咧遐，到即阵是已经生产到10几只。不过，其实这红面番鸭是外来种，唔但影响到原生的，嘛去影响水质。所以讲，这县府最近是请腊人开枪咧拍。不过，环保人士是认为讲，即阵有真侪大鸟来咧过冬，开枪无介适合。台东森林公园绿石湖湖边有一轮黑色的水只红面番鸭。大只红面番鸭伫湖边的草坡仔内面找食，因为森林公园是保育区，因的生活未受干扰。不过一年外前，食这个2只互人放杀的红面番鸭，尾仔有人甲因饲，就拖生到变做10几只，造成环境生态改变。官府自去年开始要甲因刷走，不过真无勇气抓，今年就找腊人用腊枪来刷毒，成功刷走5只。其实他蛮聪明的，你不管是要诱捕啦，或者是说用网子来网它来抓它，其实都相当的不容易。环保团体讲，番鸭伤多会造成水质优氧化，因为族群强势，也会赶走其他野鸟，有必要爱甲因刷走。不过这嘛是冬天，绿石湖又搁出现保育类的黑面腊杯加其他的大鸟，庆声会甲因惊到。最近在西部有发生几起的禽流感，我想它应该有移除的必要性跟急迫性。其实林业保育署它有所谓的气枪，它对于环境干扰会比较小。农业处是讲，因为外来的红面番鸭真高生，会继续甲因刷走，但是会参考环保团体建议，改用其他方式，也希望民众莫搁去森林公园随便弃养动物，才袂造成生态改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农业部是按算要禁饲955种动物，这就引起主人甲业者反对。不过，今日是有动保团体出面支持农业部的规划，强调讲真侪名单内底动物是早就禁止进口，真正要新增加是干那10几种。农业部拍算禁饲955种动物，不过政策也未定案就引起争议。有主人甲业者批评政策伤过寡讲，但是动保团体指出，这955种动物有真侪以早就已经禁止输入。至少已经有775种，早在2022年以前就已经禁止输入了。要讨论的名单上的其实根本不到10种，请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说会禁养家里的小水龟，还有豹纹手工了。70动保团体举行记者会，呼吁有心人士莫乱传不实资讯，强调无要全面禁饲甲直接安乐死的做法，表态支持农业部管理国外来的动物，认为本来就应该分级，防列入禁饲黑名单的动物是照 A 有毒、B 有公共安全危害甲C干涉动物福利有科学根据。
我们只是把可能具有公共安全跟会饲养动物福利上有问题的物种提出来。动物团体指出，7个月来动物目前惹出袂少争议，亲像是仙头仔放大量装伫咧小小鸭肉内底卖，酷狗饲伫咧空间无够大的水缸，甚至爱收水的水池，甲饲的主人干那采几盆仔水。动物团体讲，有的动物真正无适合饲咧厝内。狐獴来说，天性群居没有办法单独饲养，而且需要足够的泥土空间挖掘，满足它天性的需求。一般的家庭是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反对农业部推动禁饲命带的人认为，需要搁好好讨论，无应该青帮白帮就实施。动物团体是认为，这是台湾动物盘管理走向制度化甲国际化的头一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这2024年全国非法的旅宿业者有1596件，这宜兰县就占200多件，是全国上界多。在地旅宿业者就认为讲，这几年国内旅游的大房率本身就无悬，这非法的业者就害因的生意更加凄惨，是希望这公部门会当更加积极去抓非法的业者。也那宜兰县府就回应讲，因是有运用科技执法主动在抓，而且嘛有咧复查。国内伫这几年前景无啥好，真侪国内旅宿业者业绩就真凄惨，非法的旅宿业各个合法的业者生意更加歹。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2024年全国非法的旅宿业者1596件，宜兰县205件是全国上多。这不管在不管我们合法旅宿业者要缴营业税，然后要缴我们的对员工的劳健保，还有我们的所谓的消防的部分哦，对我们来讲都是很不公平的。那目前我们觉得政府在这一块，就是主管机关还是做得不够积极。合法的业者讲，非法的业者无立管，唔免纳税，唔免消防检查，唔免买保险。对旅客来讲，若是出问题无保障。公部门应该优先协助辅导，让非法变做合法。若无法度合法，就要积极处理，保障合法业者甲旅客权益。因为有温泉，宜兰的大会乡温泉饭店真多，互宜兰的旅宿业蓬勃发展。掩护真侪非法的业者，多部拢是无摕到旅宿业登记，全对外拍广告营业。宜兰县政府这几年的稽查，对被动受理检举甲主动稽查。相关的案源，我们除了以前的民众检举之外，我们同仁会主动收集网站热门的网站，然后去收集有没有相关的属于违法的。那违法的话，我们就会主动的去列管追踪。县政府讲，伫过去稽查大部分拢是被动接受检举，这几年改进科技执法，主动伫咧网络顶找案源，并且建立2个月复查一遍的机制。相关非法的旅宿名单也公布伫宜兰县工商旅游处加中央旅宿网嘅网站，每一季发文予国公所公告非法的名单，并且要求订办网站加非法的旅宿下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的观光景点松园别馆受到风台地动霜冻，观光客事件真多，所以讲去年9月时阵就关起来整修。即阵经过3个月，今仔日总算重新开放。关闭3个月啊，花莲松园别馆内部包括园区的木栈道、倒起的老树，拢已经修理好啊。2楼嘛开放画展加活动，充满艺文气氛。不过可惜是无真侪人知影松园别馆已经重新开放。我第一次来，然后是刚好我们住的民宿老板娘在讲的，对，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说里面我们没有逛，我们还不知道说里面情形到底是怎样。松园别馆是1942年日治时期兴建的，当时是花莲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单位，后来交由体育会管理，遭予民间经营。不过去年真侪届风台造成袂少树仔倒去，伫去年9月关起来，经过将近3个月整修，总算重新开放。我们会有邀请了很多的工艺师会进入到我们松原这个平台来，会跟以前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们主要的就会是跟跨界去做一个合作，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平台，然后可以协助这些我们花莲在地一些好的达人们、职人们，他们的一些东西可以让他走出花莲。松园别馆重新开放，对在地民众来讲嘛真重要，因为这个所在是大家介意来休闲运动的所在。当然很期待，大家对花莲的感情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休园的话，真的游客来这边都没有地方，觉得很扫兴。
经营团队讲，消防闭馆建筑本体20年前就已经整修过，利用这届修园，甲部分漏水所在，包括窗仔门、泰路顶，拢阁修理过。园区的老树会当抢救，嘛拢阁重新种过，希望会当互游客阁再介意花莲。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1度到13度，中部地区12度到18度，南部地区15度到22度，东部地区12度到18度。外岛地区7度到15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后礼拜1下晡3点再相会。リンドンは金を集めて彼の取り先を支援したようですよ。いつまで金が続くかだな。あいつから何もかも奪い取ってやる。